请继续收看《华视台语新闻杂志》。一边是流浪犬，一边是特教囡仔，因相处斗阵，将会蹦出什么款的花青呢？台湾心灵辅导犬的培育团队有4只高老师，每一只拢无同的技能，有的爱塞奶甲人真亲，有的是静熬叼物件、夹物件。这心灵辅导犬过去拢曾经是流浪狗，去互放杀或者是伤害。但是尾也透过专业的训练甲课程，因甲囡仔会当来互助，会当甲囡仔讨活，嘛会当陪伴着失智症的朋友甲老大人。咱就来看这群流浪犬安怎加入到人类内心的世界。哦 ，OK Go。七峰没有猜对，七峰又没猜对。跟狗狗们彼此惺惺相惜，都在给对方成长的机会。最重要的是可以学到了情绪上面的控制。借由流浪犬改善他们的现况，让他们去改善人的状况，然后我们人还可以再循环去改善他们，成为一个互惠互利的关系。像隐性，它的耳朵好像那个牛舌饼，牛舌饼好吃吗？哪些事情是不可以做的？你还记得吗？挥舞东西。对，不可以挥舞东西哈，因为挥舞东西会让狗狗会觉得你要攻击它。对，然后没错，丢东西。好，来，请进，请坐。这上课就要先学习啥物会使做，啥物袂使做，简单毋过煞真重要。因为囡仔这门课真特别，因为互动的对象是眼前的这2位狗仔老师。因为我们要跟七峰和奶茶当好朋友，我们要先让他对我们有一个超级好的印象。好，来看 A 老师这边，好，把零食呢放在手上，握起来，跟七峰说 sit， 好，他很着急，好，再来跟他说 wait， 等等，好，可以吃的时候说 OK， 好 OK 就可以吃了哈。这天上课囡仔有奖励，爱先请将物件摸红棍啊，建立感情。互狗仔老师会使看互真足，活泼趣味，这是属于幸福犬和特教囡仔课程。预备，开始，快点，奶茶 give me， 这里 ，good， 哦，好厉害哦，奶茶。还有特殊族群小朋友，他们其实身体的敏感度会非常的高。像这样子游戏，大家同时在专注于自己在撕贴纸的时候，奶茶在中间穿梭。那奶茶有时候会碰到一下我的身体，它有时候尾巴会扫一下我的脸，这个是帮助他们可以快速的适应一下新的事物。上课当中，有的囡仔真活泼，反应较大；有的有情绪障碍。伊10岁之前，读小学4年啊，有亚斯伯格自闭症、过动症较症。Sit, wait, go。好，给奶茶吃一口。奶茶 sit。对，加 sit， 很棒。课程好玩吗？好玩。哪边最好玩？那个给他们猜的时候，因为可以整他们一下。这个东西就是你要很多的课，让他们一步一步慢慢来。我想最主要就是说情绪方面的自己的控制，毕竟我们的特教孩子，他们的情绪是我们没办法掌控的，他们自己也很想要掌控，但是也不是他们自己能够决定。我希望这多多少少他们潜移默化，让他们一步一步慢慢来。我想这才是对孩子是很好帮助。真正拄到难题，只限的用想起来面对，和幸福犬相处了有转变。唔但看有狗仔的身体语言，观察因的情绪，搁进一步延伸到人和人之间的相处。因为狗狗对你的情绪反应是最直接，所以他们自己也知道，原来我自己本身有时候我做的行为可能会对别人也会产生这种不当行为的时候，是不是对方的反应也会像狗狗这样？所以他们自己会陷入一个省思当中。奶茶 sit， 奶茶 wait， 很棒。奶茶 OK， 好 OK 哦，很棒。其实转变其实是小朋友情绪的一个转变。以前他如果画作画不好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撕掉，就说我很烂，就是会开始进入一个情绪比较不好的状况。那他现在的话，如果画不好，他就只会接受他，然后他会对他的画说：“对不起，我真的把你弄得这么丑，我下次会把你弄漂亮一点。”幸福犬就是心灵辅助犬，会使带予人正面的影响。不过其实伊拢捌是流浪犬，互放杀、互赶走，或者是带过收容所，过去的经历和创伤，予人真唔甘。
这嘛把互因增加人类社会有真悬的警戒心，这嘛是训练新福建社会化重要的课题。来 ，Go。Good girl, very good. That's good. 当我们把这只狗狗从动物之家带出来的时候，先会观察它有哪些创伤。或许它以前有遭受到我们不知道的对待，但是在重新回归到这个社会的时候，我们让它有好的连结，慢慢的觉得这个社会还是很温暖的。然后再来就是加入我们的课程里面，然后跟更多的人互动。狗狗它可以带给人很多不同类型的改变，那就是在视障者他们身上看到这些改变。那我觉得他们其实有机会可以做得更多。我们可以借由狗狗来改变人，那其实我们人同时也可以改变狗。那我们要改变哪一群狗？所以我们才会想要从就是流浪犬当中去切入，改善他们的现况，然后让他们去改善人的状况，然后我们人还可以再循环去改善他们，就是让他们可以成为一个互惠互利的一个关系。透过互动，唔但囡仔欢喜，也会晓控制情绪，增加社交能力。狗嘛唔但只是人类宠物，会使发挥特色，互相治疗。奶茶，季风 ，OK，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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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刹车，奶茶你过头了。幸福犬透过陪伴跟专业互动，能够走进孩子的心里。而现在在我旁边的这只幸福犬呢，它的名字叫做戚风，加入团队已经2年多，而它的最大特色就是温暖、爱撒娇。戚风 ，Good。台湾新福犬的培育团队2018年底成立，目前有4只新福犬，每一只拢专业有自信，而且机能和特质拢无同。戚风年纪上大，是团队内底的大兄，个性真亲人嘛，真有人缘。OK， 拿卫生纸给我，卫生纸嘞。快点。奶茶是全台湾第一只新福犬，真够夹物件，用嘴夹任何物件拢唔是问题。另外2位是2岁默默和3岁花茶。等一下呢，我会扮演一个心情低落的人，然后他会来安慰我。摸摸爸爸。默默看起来有淡薄歹面相，不过个性真好，真够讲安慰。哦，好棒！加入1个月花茶友善热情，是一位真够用态歌手。小时候有段时间，爸爸妈妈那时候其实工作也都蛮忙的。我常常回到家，然后可能去公园玩的时候，都是跟我们家附近的那一群，就可能流浪猫跟流浪狗一起玩。他们带给我很大的内心上的很大的支持。我后来念书念理工科有关系，所以说我就去当了工程师。那工程师当一当之后，我就觉得我还是很希望可以借我喜欢的动物，然后来帮助人。我之前是从事导盲犬训练，所以我之前是导盲犬的指导员。我觉得跟狗狗相处就是一种互相学习，我教它，它也教我。一个很愉快的工作，因为每只狗狗它们能够喜欢做的事情不一样，我们会因为这只狗狗来设计出一个新的课程，人会觉得好有趣哦。因为其实是狗也喜欢做，然后它也是自发性的学习。一位爸是工程师，一位爸是导盲犬训练师，单一君和曾和武有相同的理念，希望透过社会企业模式解决流浪犬的难题。而且会使为特殊教育等等的领域做出贡献。哎呦，好，哎，不错。这是台北市南湖高中辅导老师嘛引入幸福犬的课程，让学生会使伫休困时间和狗接触，可以认识很多狗狗的一些行为，还有它的情绪，然后就是也可以有种像是朋友一样，然后认识它。学习这种跟狗狗亲近的方法，可以套用在人身上。其实也跟未来的这个幼儿教育的这个发展，也是有一些可以相通的关系。升学业压力上啊，或者说现在比较复杂的网络人际，我觉得他们常常会感受到有压力。办这样的活动，其实可以让他们舒压，同时让他们去学习一些同理，因为去从动物方面去学习同理，对他们来讲是比较容易的。成立要2年，幸福犬团队这的狗仔已经服务超过5500人，
除了帮助地教先，阁会使陪新将囡仔福建，嘛会使和适地的时段做回算。针对无共族群设计无共课程，未来阁计划要互因加入机构和家庭。课堂当中，比如说我要戚风去跟人家打招呼，然后他就会做一些多一点的动作，更温暖，更释放出他的热情的时候，我就会很感动，我会觉得真的很棒，真的知道你需要做些什么事情，让这个人感受到温暖。最大的感动在于，就是在整个在做就是创立幸福犬这个过程当中，我看到很多幸福犬的改变，然后跟我服务到对象的改变，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自心灵治疗出发，幸福犬开创另类的创新教育，或者经过创伤的流浪狗，和需要互帮助的人，拢会使真心欢喜来交流。人和狗仔之间会使互相带来力量，做伙成长。在生命当中写着相拄的故事，搁种出改变的希望和勇气。